喺奧運嘅發展史入面咧，有好多早期有嘅項目咧，而家都冇㗎啦嚇。譬如好似游泳項目當中嘅潛泳啦嚇，咁大家一聽潛泳就知啲咩啦嚇，咁其實咧就係鬥閉氣嘅啫。咁不過而家就冇咗㗎啦嚇。咁嗱，呢個項目幾時先有咧？係1900年嘅巴黎奧運啊。咁個規則好簡單嘅啫喎。咁一路落水嘅時候咧，就唔準個頭伸翻上嚟啦，即係閉住氣一路潛泳，睇下咧潛得最遠60秒為限，最遠嗰個就係贏出。咁賽制好簡單啦。咁但係而家就冇咗㗎啦嚇。呢個情況咧，可能因為其實個比賽都太危險啦，分分鐘咧哇，即係閉到氣咳㗎嘛嚇。所以後尾取消啦。咁但係整體嚟講咧，呢個似乎都係人類對肺活量嘅終極對決啊。不過因為後期咧可能係都好多項目出現咧，所以就唔需要有呢個項目啦。由而家如果去翻潛泳，你又贊唔贊成咧嚇？